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那个报告，医院也把我送到都遇到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开开！哎，那这里企业的刚刚听上，这个与您天雷。大年们，来，放开啊！放开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你的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吃的哈，来这了啊！啊。啥个逼啊？啊？哪里想出啊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来，我过来弄来。没干那个。侬把吃啥个研究出来？我老多牛吃我帮侬干。啊，刚才爸爸妈开垃圾袋，你写本啥子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吗？一只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，侬辛苦，侬烤点肉走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去啊！啊，我去的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就到没灵光，哎呦。啊，是等我开过光了。是吧？啊。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吃了吃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包包三开对哦，洞里这个吓得疯脱的。看了有的事就行了。来呗，来小的羊肉串。哎，人家吃直播有羊肉串嘛了。啊，鼓掌啊！来了啊！鼓掌啊！哎，鼓掌啊！好久来。别的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杯子真的跟你改的，你以为我刚的呀？都是一个药性派馆啊！哟，说哪个的？来口句话，啊，那只不对的是你另个话啊！一门上下面的才跟得来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哎，你跟得哪来了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奔驰车，对风去三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耗子叫的啊！哎，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本事出门三开，办瓦特看瓦特，你白买不起，而且的。来，啥意思啊？还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你了。哎，小大贵的，你这个奔驰车啊，哪一块来？哪一回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的上呢，你买得起个？啊，都来百个呀。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哦，那个车子还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毛衣列700个。哎，跟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医院里向所有事体我真的呀包得平了。搿辰光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晓得？火哈烘焙样样弄这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在聊。别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是上西地啊，你都是上个这样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么那个？这吃梗的都不是，我最少得有。来，吃老酒，吃老酒，侬别急啊，哎，去过脱了啊。喂，哎，你坐，你看呢？啥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心那个本事，我等些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在那搭的。哎，对，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从业的客户，是吧？为是提升其这个公司的形象。对。我都能讲桩事体啊。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模式上要调脱化，弄到好多动脑筋。侬要啥头啦？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做了呀！侬吹啥气啦？
有啥？哦，上头没人呀。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这哥啊，听讲那医院里有叫常荣清的人，伊到底是来的。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倒要抓紧辰光了。我陈女士，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呀，哎，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啊！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夜场来推销新娘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好事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啊？种同理啦，发财，才子在点出事体个，偶一点吧，对啦。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歇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熬上，海里门得到不院长啊哈，好，这位这。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洞里面侪是被人家困觉赚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算这不当然一杯接受。老三，这班哥，门子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不要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，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哎呦，啥个么子？哎呦，我来看看叫，哎呦，送啊！哎呦，送得了！哎呦，这里是个把猪一样的，弄好，送得。来么好，辛苦了。哎呀，那么一块牛菜可是？没得事。谁是呢？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！没得事。咱们买的哇。越碎人不碎，好事情要替你挡掉一灾啊！周公啊，你晓得吧？人家虎头哥，我是吧？go，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马知道？现在噻，要做玻璃这个萝卜，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你再确定？体温没嘛子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啊，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，院长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科沃斯厂板啊，烤肠盘，电动手的，蛮灵啊！不错，请我啥子？哟，不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辛辛苦苦上班，周女周末，难不得来办公室白相接龙，我这个。啥口味？那好。不弄的。你你非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过年，那这个客气的，下不为了。你非人爷当班领军的啊？啥意思啊？假插3爷。好哎，我这是老难嘛话，有眼睛看得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来的。你到娘舅公司哪个女婿给讲？要么那些朋友，要么那些姊妹哇，那些姊妹都别特多啊这个。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多少？一分钟钱那配一个
哎呀，你下头给他上么？来，还不得看来看啊！哎呀，差点空！哎，上班看那种么子，这个我做啊，那个哪娘。个我做？别来，那多少门子呢？这是衣裳穿的稍微多上点。到底好，人家喊我分账还。有娘。哎，你，啥？那谁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对了。反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派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啊，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弄的那个。啊，你谁是书编书医生？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，书医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女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当副院长的。哦，哎，是书医生不来的，你送给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当拨了院长的。啊，我过来最后岁他写的上的。啥地方得过去？啊，上来看看啊，开了，你开了？我给他开。我觉得反正人家不来，我不帮我。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呀！那，哎，那上去啊？那我这啥用的呀？你那弄啥地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，你弄得来个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当的那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还是办，我应该还在懂你呢。你弄回去啊？你还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回不来，我有必要，你我你去面。人家你也不懂南京啊？人家喊我当的那个呀？你骗人啊？你找了个电视出来？照片，兵兵马马不追的呀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他哪上来？5万。 5万。 5万的。哪叫啥？哪桩事体？你告诉先生，这个人家喊我当的那个，你这是啥事体来了？都两年了，是先生啊啊！讲不清楚，叫你去一趟，讲清楚。这绝对是讲清楚。那个叫那我的人家说是啥？那我就我那把我当啥讲那个么事情？啊？什么？小刘，开张财看对不里头？开啥财？开啥财开对呀？开财开。也不是我干，你开啥财开对呀？那你弄得起买的吧？我弄你弄得起啊？那么我弄最起吧。把那个出来，我弄最起。干啥个白chuyện啊？接上喂，啥么子啊？那负责口与人天雷啊？啥么子啊？快点救人，真来啥子啊？快点救人！别过来，当我告的，就走。他俩有不？他就是要抢啊！啊！听我会听那个啊？救人也救。对。搿桩事体啊，也刚好盯上。是个。啊！救人去。我说你拿啥过来？我喊我不讲的。哎，救下人，我手指了1米多，我本地该来清扫。啊！你跟我是的啊！救人。哪个是能没你差好意思？哪啥子？姓施的，你啥人？那个杀人犯，那个小三。不，你们别动手！哪啥子？你啥人？我杀人，我才是那些好个男人。我把你家里今天咱俩把你家里啥么子啊？让你天雷死伤了。那个杀人犯，我讲啥么子啊？我有分讲。你分干啥？你还不来？放开！啊，放开！一点你听不了，一点不听话，我看。干啥了？救命啊！各位家属，我是那个医院院长，有什么事情帮我干哈？你是院长是个？对，我帮你讲，我是那些好个男人。今天咱来讲，但是这个姓施的，非得把你告诉我干你啥么子？今天让你天雷死伤了，你讲2杀人犯，2杀人犯。我的那个，我等都告诉我讲的，我是我可爱的，你都告诉我最起，搞这3个孩子，谁会的有
有戏啊！你别把我假发出来！你啥人喂？大家像现在让他抢救病人，大家保持安静啊！我代表院方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好不好？啊！现在我宣布，士兵，你涉嫌贪污、涉嫌贿赂、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原谅，我们选择绿色；酿造，我们秉持传统；品质，我们追求卓越，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思韵带来沙龙级修护，含德国精准修护角蛋白科技，深入精准修护，瞬间强韧柔亮，直至发梢。超值体验触手可得，思韵真正专业沙龙品质。中国报行天下，断报电动车，我要尽情感受生活，分秒不停。雀榕绝不可以。欧莱雅男士氢能醒肤露8重功效，注入醒肤能量源1抹，8重功效，持续保湿，对抗倦容，焕发神采。一扫倦容，活力常在。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来自欧莱雅男士，活得不凡，行得出众。那几天棉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棉柔也能开始1秒瞬肌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棉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蕴含莹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立式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。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立式胶敷系列。是生活，像人生，科沃斯机器人。源自 SK-II 基源修护精华的1万小时皮肤科研，10位抗老精华液使用者，9位想转用，连年轻肌肤都变得更有弹性了。立刻搜索 SK-II。微笑是一种语言，更是一种艺术。感受微笑的力量，感受口腔医学加美学带来的双重惊喜。中国微笑，美奥口腔。苏州珠宝中心海宁皮革城9月28日盛大开业，500万好礼，1万元钻石天天送，上千品牌，数万商品1折起。咨询热线65900-100，皮革珠宝，为糖更好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更有好德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。好德家给你更好的家。士兵，你涉嫌贪污、涉嫌贿赂、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哎，有啥？我冤枉的，我分都我冤枉的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，经过积极救治，这位跳楼的女病人生命体征趋于平稳，但是仍然处于昏迷之中，祝愿她战胜死神，早日康复。病人究竟为何跳楼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与医生有关？也只有等病人苏醒之后才能够给出答案。医院方面今天已经宣布，当事的主治医师停职接受调查。宝宝，好的，我们来看下一条。搿儿子真的把你害死脱个？你三娘在讲哎种闲话呢？别瞎讲，搿个不是宝宝害死的，宝宝是被冤枉的，晓得？别乱讲啊！贝贝啊，
我帮你讲，你呢非一代跟那只大人扣电视，你该做你们你去做。都两家头嘛，一个嘛功课嘛做，还一个嘛睡去3不下去，一年也不下到温室就看怪头那也是。喂，中峰啊，我啊，唔啥子，唔啥子，你电话里讲唔清楚呀，啦，啊，去咪这个哎，反正的，我过头的啊，好的，走。来，喂，哎。妈，你费劲呐！你这地上呢？啊？你是干嘛？分一个哎！你可以倒回来啊！嘿，你等我来了哈，我等你带嘞。啥个？我忍住啊！我忍住，我从来不忍住啊！你帮忙啊！你他妈你吓得成我哪可能比个字哎不妈你啊飞你在这干嘛？哎飞分那个呀啊这我过头了哎好走。哪桩事体了？这电话动得嘞，你们这嘴巴割得嘞哦，口真的是别人割子。你看呢？还是发出门，恶是受千里。这非能够手都挂，谁晓得电话不停，我这还弄电话关机的。你看现在个人啊，真的弄不清楚，谁是电话人，唔不看哎你。孩子，你带妹来推那样事体，你人明白啊？爸爸，你还比人工忍住的？还比你。别你多么该做功课么做功课，滚干么滚干，谁这么散？不下人的，滚干！快吧，来，快了，给。哦。蕴含莹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丽式恒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，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丽式胶敷系列。苏州家具博览中心，别墅家具首选之地。我来自苏州银行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，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，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，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。天庭山红枫节1月1号到12月8号，如此便宜的冰箱，如此便宜的电视，这些气质还嫁宝，这真的是要大好送礼无原则。哎，姑娘，还有什么能送的吗？送你啦！国庆底价再5星。美莱立体紧肤除皱，层层皱纹有效驱除。年轻10岁的秘密，苏州美莱美容医院。吃喝玩乐购，苏州新之处。9月28号，园区湖心 Shopping Mall 尼盛上品会盛大开幕。28号到10月7号，10天啤酒音乐狂欢节，还有巨型机器人来袭，收10万大奖等您来抽。精致生活尽在尼盛。
是时候住一住万科城，装修3房，成家立业，丰富配套，成熟社区，名校就在身边，买房这事儿就这么成了。万科城曲江运河畔，约90平米，想装修3房，628888168。长河新旅城6期赞誉，石山路南50万方轻轨社区收官之作，首批85至128平米新品即将加推，6000享3万，现正火热预约中，6818788887至121平米国际精工华宅，正距2号轻轨路站口，10分钟直达冠前，紧邻欧尚，坐拥金排雪区，享纯正泰式园林度假泳池，海量香榭里6868888。本节目由智生活、享人生、科沃斯机器人特约播出。明天您将收看到的是。这是我问你呀，搿是你们社会上想的样子啦，你刺激死人家才会贴的，反正么你说起来做一种讲莫名其妙的事体呢。这有带什么？给我切带的。我你别玩，滚！你私下份人知道，你哪定我个证呢？我叫刘文佩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娘眷，我会得害你吗？这你是哪里个我说啊？知道什么？原来是我这个月的谢芝芝。我想谢谢你。你好早呢还是你好里面啊？经过进发，马上通知。下。走进深家欢乐洞，人人都是开心果。你吃的来，我吃侬，滴滴侬侬你家公。正月里向吃柚子，二月里向放叶子，3月清明青豆子，4月手爸爸接鸡子，5月端午吃粽子，6月里向有寿司，7月捕鼠拍蚊子，8月中秋剥瓜子，9月打打鹅虫子，10月剥开三橘子，11月吃橘子，12月炒柚子。日上数据来人们，3清水落太无边，热水煮汤公手举，5花落花理工地，插花拉新青关山，地灵混鱼摩天轮，围鱼闹，红得发紫米满口。男人40一道坎，妻离子散丢饭碗。停止，接受检查。女人30一枝花，好似蜜桃枝头挂。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？看我个笨！出来去3个，双剑合璧，谁比谁赢？行贿啊！绝地翻身，云开雾散，真开心，智生活，享人生。科沃斯机器人邀您品鉴，共同欣赏视频聊斋11特别节目《苏州一家人》。哎，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哎，动啥？哎，老姐，那阿佩那个，
哎，哎呀，你下头搿搭上面，来，还不得看看看啊！哎呀，差真空！上班看一种么子，真个下装啊，那娘。哪个下装？漂亮。那多少呀？那这是衣裳穿得稍微多上点了。好，人家喊我分账还。哟娘，哎，你，那谁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过来。反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来，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派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拿的来的。啊，你谁是士兵实习生？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。实习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女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当拨院长的。哦。哎，是实习生拨来的，你送拨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当拨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岁。不晓得啥么？啥地方来搞去？啊，上来看看。啊。开了。你开啦？我给他开。我给他，反正人家拨来了，不放我吧。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哎呀！哎，那上去啊？那我在啥用的啊？你那弄啥地弄的过来啊？是我的。你弄得来了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当时那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啥子办？我有哪有的道理呢？你弄外开啊？你还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别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外不来，我有毕业，你我你去面。你个。你也不懂难听啊！人家喊我当本来个呀？你骗人啊！你搞那个电视台？老天，兵兵马马不走的呀！啊，哪搞啥啊？小刘，点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的哪找的？5万。5万。5万的。哪叫啥？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那个报告，医院也把我送到院长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开开！哎，那叫你企业的，刚刚听上。这个与您天雷，大年们，你还不来报答？报答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来的，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可吃的哈，来这吧啊！啥个病啊？啊？哪里出啊？哎，老板来，我过来，来个。侬把吃啥个羊肉串啊？我老肉肉吃我帮侬讲。啊，刚才爸爸妈开垃圾袋，你写本啥子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的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，侬辛苦，侬烤点肉头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讲啊，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肉倒蛮灵光，哎呦。大师等我开过光了。是吧？啊。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小抓了，抢了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噶，日下弄东红班，要是包3开队，哦，个动力真个吓得疯子在身上。好了，有的是就行了。来呗，来这个羊肉串。哎，那吃只不有羊肉串嘛了。啊，够得啊！来了啊！够得啊！哎，够得啊！好，就来。别的。哎，侬有啥头啦？哎，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输了呀！
你侬踢啥去了？哦，上头没人呀。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这哥啊，听讲那医院里叫啥农村的人，伊到底是来的？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都要抓紧辰光的。哎，这女是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呀，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长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药厂里推销新样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花钱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啊？爱种动力啦，发财，才是在点出事体的，偶一点吧，对啦。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歇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熬上，海里门得到被院长啊哈，好，再会。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洞里面侪是被人家困觉晒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孙哲福当然一杯精神。老三，这班哥，明天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饭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，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哎呦，啥个么子啊？哎呦，我来看看，哎呦，送了，哎呦，送到了，哎呦，这里这个把我追下来，弄好，送到，来不好，辛苦了，哎呀，那么一块牛3块的，没得事。但是呢，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，没得事，咱们买的哇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辈子真的跟你干，你以为我讲的呀？都是一个要心海关啊！小哪个的？来口句话，那个不对的是来领个哇一门上下面的才跟得了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你今朝哪来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奔驰车，来对风去3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叫的啊！对的，我觉得你讲个，晓得。本事出门三开，办瓦特看瓦特，你办不起，晓得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子车？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你了。小大哥的，你这个奔驰车啊，哪一块来？哪一块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店上呢，你冇得去个？都来白个呀。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那个车子也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毛医疗设备个。跟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医院里向所有事体我真的呀，包得平了。干辰光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晓得？烘焙样样东西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在聊。别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是上西机啊，你都是上个这样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么子那个？这可能都不是，我这个有。来，吃老鸡，老鸡，弄杯子来，几股吃了啊？喂，你走，你看呢？啥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心那个本事，我等些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在那搭的。但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从业个卡哦，是吧？为是提升这个公司的形象。对。我懂搿桩事体啊。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毛处长要调脱话，弄到好多动脑筋。要睡人不睡，好事情要替你挡掉一灾啊！
不是啊公公啊，侬你自家晓得吧就是讲，人家后头高，哎我是吧？go，叫老去，来，过来。哎，那边嘛知道？现在噻，哦哟，这玻璃这个萝卜，这个海蜇盖来那个，哎，你哪再吃点，体温嘛这？再吃点呢，你外面吃了哈？还好啊，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，女士啊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科沃斯厂的啊，考察部发动手的，准备领啊？不错。请我啥子？哟，这一个话呢，别人讲嘛，星期五我上班，周日周末，难不得辣办公室白相接龙，我这个啥口味？喏，怎么办？你非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过年，那真个客气的，下不为了。你非人也当班领军的啊？啥意思啊？假插3言。好哎，我这是老难嘛话，有眼睛看着了。上面讲，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，哪个女婿去讲？要么那些朋友，要么那些姊妹哇，那些姊妹都别特多啊这个。